并用写的热心公益议员创传，透过优雅的小提琴演奏，嘛为创世基金会赞声，表达上大支持。特别受疫情影响，创世为了保护植物林受感染，拢暂停探访。不过父亲节特别到啊，院中的阿辉伯个先家做阿公，所以特别安排查某囝透过网络视讯，和查某孙甲阿公见面。加上爱心企业相胜国际，嘛向前性穿越时空，送上大心的婴儿用品，和阿辉伯感受迄份团圆的气氛，场面相当温馨。那我们这一段期间呢，好几个月了，几乎都不能让家属进到院房，所以这个很多的讯息呢都没有办法去传达给院民知道。那现在刚好是在父亲节的前夕，我们阿辉伯的现场呢，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陈小姐。嗨，大家好。这段时间只能透过我们的视讯。透过我们手机上的视讯，或是透过影片的传递的部分，让家属可以跟我们阿辉伯就是聊聊天，然后看看他新生的小女儿。好，那这个感情其实是不会因为疫情而忘掉我有个爸爸在这里。那也因为有创世，我们帮他照顾了，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疫情底下继续坚持去照顾自己的小女儿，还有努力的去工作赚钱。由于我们疫情的关系，可以说是冲击社福单位是蛮严重的哈。那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呼吁各界能够对我们社福单位哈大力的伸出援手哈，因为有他们，我们的台湾才能继续进步，社会的一个力量才能够继续的成长茁壮。会中院长嘛，以精神感谢中感谢议员甲爱心企业的收听。根据了解，伫创世大家庭当中，有8成照顾的植物人拢是爸爸的身份，嘛是家庭经济支柱。所以一旦倒落去，该家庭就会陷入困境。所以希望社会各界成为因的勇士，共同渡过难关。这个机会能够跟这个阿公鼓励打气。然后跟他讲说，你当了阿公，爸爸节快乐。那创世基金会这段时间跟大家一样，在疫情自主健康管理之下，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善事，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出来，做一些捐赠。所以呢，我们的发票有史以来下降最多的一次，少了200万张。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服务经费来源，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机会，那请社会大众能够共襄盛举。1650一路有你，父亲节快乐！台新闻军级采访报道。